今仔日6/7开工开学呢，各地天气拢真好。气象署表示讲拜三就要变天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温度到拜三就会开始下降，这方面嘛会落雨。若是28连假呢，会有另外一波方面来报道，时到温度会感觉讲会下降，较凉冷，雨水嘛会较高。拜一早起，车路车流变大，各业开工，学生开学，嘛是一个温暖的好天。但是气象署讲，拜三因为有东北季风落南，所以天气变化会较明显，到时温度会下降，这方面会落雨。周三这一天呢，会有一道锋面通过，后头是比较弱的东北季风南下。那整体上来说，水汽还不会太多，比较偏向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周四这一天呢，水汽上面还是有比较多一些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半侧这一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现象。气象署表示，拜三的东北季风是较弱的，所以影响一天尔。拜四温度就会回温，到28连假，新的锋面经过。温度会降低，中部以北含东半部地区拢会有雨，落雨的范围会较宽。228连假这段时间，在前2天的27、28号这2天呢，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向北部地区，其气温又会有下降的情形。白天的高温大概在22度左右，低温的话大概就是在17度左右。那至于其他地区，其实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主要就是有降雨的一个关系，雨量也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在228连假也是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况。气象署提醒，虽然这2天拢是好天，但是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要注意温度变化。另外，拜二西半部地区要注意大雾的状况，塞车的细路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